如果你試過好多嘅方法，盤骨、腰痛、減肥都冇改善，呢條片可能係你最後需要嘅一條。如果你試過做瑜伽嘅時候有腰痛，有啲動作做得唔係咁好，做 gym 嘅時候盤骨仲係會歪，節食做運動都減極減唔到個肚腩，甚至乎去按摩針灸拔罐，好2日又會痛返。我話你知，你並唔係因為唔夠努力，而係你未揾到真正嘅原因。好多時女性嘅腰背痛、假肚腩、月經唔調、膝頭哥痛，甚至拇指外翻，呢啲根源全部都係同一個地方，盤骨錯咗位。盤骨就好似我哋身體嘅地基，當地基歪咗嘅時候，上邊嘅脊椎咧就會側彎，會痛；下邊雙腳咧就會出現長短腳啦、膝頭哥痛，而中間嘅子宮、卵巢會因為血氣行得唔夠順，出現經痛、宮寒就會跟住嚟㗎啦。前面嘅肚腩點收都收唔返，係因為內臟開始向下垂。你以前嘅方法只係可能放鬆肌肉止痛，但冇人幫你將骨架擺返正位。今次我設計咗一個30日嘅打卡方案，由我陪住你哋將盤骨歸位，仲可以纖腰瘦腿添啊！喺呢30日裏面，你唔需要做劇烈嘅運動，只要每日抽出5到10分鐘，屋企有一張瑜伽墊就做到㗎啦。今日就係第1日。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係影低你而家嘅體態，換嗰件衫，着件貼身嘅衫，企喺牆前邊影出正面、側面、背面3張相。你會見到自己有冇高低肩、盤骨前傾、膝超伸。不過唔好驚，因為30日之後，你會見到自己有明顯嘅改變㗎啦。